嘅意思就係即係就唔止係淨係個 scheme 啦，就仲有可能喺公司做嘢呢幾年啲 project 就反而幾年前就覺得呢個 scheme 可能要2年好耐做嘅，但係有好多嘢未做。咁但係慢慢就耷低頭慢慢做，一路做落去咁啊。過咗2年之後，而家望翻轉頭就好似成個 scheme 就已經過咗啦。咁啊，我就寫咗希望大家可以保持呢個好奇心同探究精神啦，多啲睇，多啲問，多啲做，咁樣先可以提升到自己。先去做啦。咁你喺做嘅過程，你會慢慢了解一件事，會加深自己嘅學習。我寫嘅句子就係人生咧都唔係一帆風順嘅，咁事業上面都係好坎坷或者都唔會一帆風順嘅，所以一定要奮鬥，一定要奮鬥。我覺得你哋今次過程係艱巨，但係個結果係好順利，因為你哋真係冇人再講過你份 report 有冇咩問題，我自己好擔心，因為其實成個過程裏面，我哋都係一啲好新嗰個模式去行，老細揾啲 training 揾啲資源，落船就不斷每個月去見，大家都行緊條路，甚至乎阿 Jenny 啊 Wally 點樣去運送個 IE 去點樣對口，啲日期係點，我哋爭啲乜嘢，甚至乎你哋都會揾啲 CDP， 成個過程艱難。但我想之後去到第2、第3代，其實你哋揾到嘅資料或者我哋行嘅路，應該會越嚟越順。係咁啊，恭喜！你4個人咧，阿 Peter 咧有個好 idea，要傳承。冇錯。